政府有推动，互少年人甲社会人做伙来交流。伫个中华复兴乡的万丰村，伫个5当前呢，受少年辈来投入社区的营造，这设计艺术课程来甲时大人上课。今年因是头摆来安排社区的剧场，互时大甲囡仔会当同齐欢喜，了解地方的故事。 起来开两对水清，搁清，食好创水味，啊嘛食好浸水。好，我带你来去吼。好，来。时大甲少年仔同齐欢喜，搬出过去伫社区边仔大溪耍水的情景，佮花主公参牧师趣味的互动。中华复兴乡万丰社区设计下世代创作的剧场表演，了解地方特色。万丰社区这是后教会毛发主公。 是一个多元的社区。阮是伫遮大汉的，按个阮无参与到阿公阿妈较早伫遮生活，对即届的戏，互阮知影阿公阿妈进前的历史。万丰社区5年前开始启动万年丰富的营造计划，用艺术教育的方式进入社区。今年设计剧场，剧本就是来自社区时代的生活经验。 透过一系列艺术课程，互时代接触新事物，心情嘛变甲真乐畅。互阮的脑力有咧刺激，有咧活动，互阮退化速度会较慢。大人较侪，青少年因对在地认同感较少，所以嘛透过这个计划，咱是用陪伴的方式，带咱的细汉婴仔来做伙，邀请因来参与学习。 根据联合国的报告显示，到2050年，台湾高龄人口比例成长速度排全球第3，下世代关系正做重要议题。社区希望透过营造计划，会当培养时代的创作力，嘛靠少年辈转来地方发展，达到青年共好的目标。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。